今年这个双十节是选伫台南来办国庆宴会，台南市政府昨成立将军渔港来举办将军会音乐节，暗时啊，搁放15分钟的宴会，为国庆来暖身。嘛邀请到歌手万芳、乐团831来唱歌，现场来将近5万人是安尼滚滚滚。烟火秀正式启动。 配合气势十足音乐开始放烟火，规片的遥控拢是5花10色的烟火图，大概观众用手机啊伫翕，形成迷人的夜景。台南市昨伫将军渔港举办音乐节，暗时佫加码15分钟的烟火表演，佫有请歌星来唱歌。阿峰今天没有来，我们之中笑得最大声的那块。 一起举杯，少了一杯，他没有跟任何人道别。与你深情万过，与你一起手手，面对面去放空，唱真空，用键盘的杀手，用自由当理由，就没有摧毁这一切的冲动。 831万芳唱歌加上高空的烟火表演，估计有5万人去朝圣，嘛为10月70的国庆烟火做准备。